克里罗尼中古世纪管乐器队，他们曾经在迪士尼，美国的迪士尼开幕的时候演出，他们曾经在若望保罗二世20年盛典当中演出。掌声欢迎来自于意大利的表演团体 From Italy Storici Spandiatori della Contradi de Cori。掌声欢迎。
哦，谢谢谢谢，哦。